大家好，我係 JK，今次會同大家講下點樣改善消化不良。消化不良係常見嘅都市病，食無定時、壓力、酗酒、飲太多咖啡等等都係主要成因。適量食陳皮、山楂、酸梅、白蘿蔔、山藥、蘋果都會有改善。按呢3個穴位都有幫助。中脘穴係肚臍正上方，大約1個手掌距離呢個位置。天樞穴係肚臍左右，大約3指闊呢個位置。內庭穴係腳背第2到第3指中間，指撲圓後面嘅呢個凹位。每個穴位只要按到有少少酸脹就 OK。按嘅時候只要冇唔舒服，按多幾次都可以。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改善消化不良。最後記得留言攞走改善消化不良食譜，仲要 like 同 share 啊！下次見。